博览会哦，咱事实上真侪科局真侪局处哦，拢是深入基层哦，伫为咱民众来服务。所以咱这届呢，结合了彰化县政府14个局处，那隆重呢请到70个这个社区哦，共同呢以9大面向伫咱园林园来呈现。而且欢迎咱所有乡亲好朋友，利用咱11月14号1点到5点来咱园林园做一来看咱的这个成果哈。那70个社区里面有成果展，有我们的 DIY， 还有非常多动态、静态的相关活动，包括有摸彩活动。欢迎咱的乡亲利用11月14号下晡1点到5点来咱的园林园看咱中华关这几年来的这个社区游览成果。默默付出汉天里动专立法委员，一定做咱中华县政府的后盾来中央为咱争取了较侪咱的资源，较侪咱的经费，来挹注我们社区，让我们社区各个所有社区能够做得更好。我们社区我们刚刚看到很多治安关怀，还有环保，还有我们很多长照，还有我们很多的产业都做得非常好。一个社区都有一个社区的特色，我们希望各个社区能够大家共同努力，把我们彰化来发展更好的社区。